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生命在于主。”让我们以热情、欢乐的心情来赞美我们的主。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来赞美你，我要一心全地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等一下哈，这个电视好像有一点，字幕都没有，感谢主，让我们聚集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生都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好，我们从头来。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我要以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
好，将荣耀归给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好，请坐。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一生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我一生都要来侍奉他，一生都要来赞美我的主。最大的福分，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感谢主，神，真的是用厚恩待我们要在服事上更要谦卑。这首歌也希望成为大家的提醒、帮助。我们一起来唱。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就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
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就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相信你的怜悯。求主去我心中直达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就是我谦卑，就是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相信你的怜悯。求主去我心中直达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实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主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实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我需要谦卑，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我谦卑呼求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榜样。你的谦卑，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乐意饶恕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一生能够跟随你。主，我们巴不得我们天天的来认识你，更多的认识你。不仅使我们人生有盼望，生命有方向，更让我们知道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阿们。服侍耶稣也是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阿们。感谢主，是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贝的，都是你重价赎回的。愿你的恩惠与你的儿女们同在，
使我们常常数算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好叫我们天天快跑来跟随你。也求你的灵充满在你的圣殿当中，凡来到你面前的，必然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你也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人如得鱼，帮助我们宣扬你的福音，见证你的美好。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谢谢圣灵也与我们同在，特别浇灌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这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来唱这首献上感恩的心，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创造救赎的主，满心感谢赞美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赏赐我们儿女的名分，为要使我们得着你从创世以来预备的福分。主，感谢你丰富的供应，无论我们顺境或逆境，仰望你，依靠你，可以让我们经历耶和华坐着为王。主，感谢你，经你儿女心怀感恩，甘心乐意的献上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个时候我来报告。首先，教会的报告，今天是本会的校庆主日。那有邀请得福的学员在台语礼拜上一场礼拜当中，有献诗那么感谢主，让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得福事工能够进行得顺利。那愿主赐福每一位的祖父祖母身心健壮。那在礼拜后呢，我们有儿童牧区有共同举办3代同堂的闯关活动。接下来，那教会庆祝59周年庆户外礼拜。在10月13号要前往淡水，那包含参观真理大学，那天也有户外礼拜，一直到晚上的6点回到桃园的老船长餐厅吃饭。那吃完饭之后，整个当天的活动才算结束。那目前报名人数到前天是320位左右，所以我们目标是500位。那也请弟兄姐妹，如果您还没有报名参加的，请尽快报名，也邀请你的家人或者有兴趣去淡水走一走、看一看的弟兄姐妹或朋友，都欢迎能够邀请。
那每个人费用是多少钱？ 400， 400元哈，400块啊，台语叫做400块啊，400元哈，请大家赶快踊跃报名。那如果您的小组长因为有事因公出国或什么不在，请您跟区长报名。那如果刚好区长也出国了怎么办？到办公室。你不要找牧师啊，牧师太累了哈，你直接找干事报名。OK， 这样了解吧哈。所以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请尽快，9月1号报名截止。那原则上我们希望在8月底，也就是下个礼拜能够完成整个报名的顺序，那以便接洽场地还有餐厅。好，麻烦大家下页。那么9月1号我们要举行今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8月31号礼拜六的早上10点，在501教室要召开561次的小会。那已经报名信仰告白的兄姐，都请于8月31号的早上11点到教会501教室来问道理。好，请记得这个时间。好，下一页。那崇拜部的报告呢？下个月份就是9月的开始了，所以请所有服事的人员同工要注意服事的项目跟时间。如果有调整的话，请找各项服事的负责同工来做异动。好，另外总务部呢，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建筑献祭的义卖出清，我们进行了应该算第3周。那感谢主哈，我们目前的奉献金额到6万多块钱，所以大家非常踊跃哈。本来是一拖拉股的哈，一卡车的哈，那现在哈大概剩下一辆摩托车的这个数量而已哈。所以请各位待会儿结束以后。那您可以去参与。那现在一件多少？还记得吗？100。你会买一件吗？不会。你会买几件？20件。牧师买20件。1000的。20件是1000元哈。我今天早上7点我还去看了一下哈，真的都快卖完了。那有一些的质料是很不错的，尤其是棉布的质料您可以买回去这个全家人穿也可以哈。我觉得那个还蛮有特色的哈。我很喜欢那个 Never Give Up 那一件结果我讲完我一说这件很好我都还没买就被抢光了所以请大家踊跃，今天最后一天请把握。下一页。好，社区事工呢，在8月28号的礼拜3，那么10点半到12点，我们有这个讲座，叫《穿越梦境与自己对话》，是王荣义老师来主讲也请各位可以上 Google Meeting， 也可以上去做选读。好，下一页。好，另外呢，9月8号1点半到3点半，我们有志工教育训练。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教会的志工，也欢迎你来一起参与。教会的事工呢，是蛮多样化、多元化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那一天直接来参加志工训练。下一页。好，我们陶家厨具互助社呢，有一个消息报告，就是我们办公室每周日的服务时间。配合教会的礼拜是调整10点半到下午3点，那其他的服务时间是不变的，所以记得周日的服务时间改为10点半，也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到下午3点。所以你今天这一场聚会完之后，还是会继续服务的，这样了解？OK。介绍一下互助社的地点。互助社的地点地址我没背起来，不过一样在中华路上，在那一家那个光南光南的对面，然后是在那个泰滚火锅的楼上。对，9楼。你不知道怎么去没关系啦，我们早一天号召大家排队去参观一下。如果您还没有开户的，直接去那边开户就好了，不过要有介绍人10号9楼之5，OK 好。如果你像我不是记得住址你就打陶家互助社Google 就会跳出来了。OK 好，下一页。好，那8月24号，昨天跟今天呢，圣歌队的圣乐之旅是前往嘉义的祥和教会。那目前祥和教会的牧师是我们教会出身的徐玉定牧师，在那边牧会，所以我们特地前往那边参加。好，下一页。好，教会的功劳事项呢，教会的侍奉部呢，目前我们仍缺乏招待的同工。那如果有感动了负担的弟兄姐妹呢，请能够参与服事跟训练，可以找崇拜部的同工来做报名。下一页。好，那以上的报告呢，请大家也可以看你的周报如果不是很详细的话。那我们今天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首先呢，我们介绍好久没有看到那个邱燕玲姐妹，还有她的先生李显峰弟兄他们都受洗了在马祖，远从马祖不是划船回来的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哈。显峰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哈，非常欢迎他们啊。那他们来请坐。那他们是在马祖从事旅行业哈，旅行业啊。我们教会去年有弟兄姐妹去马祖，也是请他们来协助啊。以前我还记得严吉会长老啊，常常跟我说啊，那个燕玲在马祖，你什么时候去马祖哈？所以他也蛮会号召，表示办得好不好？好啊，办得很好啊。如果你马祖还没有去过的哈，还没有去过的举举手，一定很多啊。老定九老卡隔壁九厝边哈，隔壁的哈。阿公九阿妈。阿公九阿嬷，那九我们九人哈。那如果你在这个季节，马祖最好旅游的季节5、6、7，蓝色眼泪。忘记跟你套一下，你应该说，你可以说每个月都是。我在马祖当兵哈，马祖的菊花非常漂亮。马祖的县花，各位知道什么花吗？县花。九重葛。我还记得那首歌啊，九重葛冠群芳，马祖列岛美名扬。我给搞不过我觉得很开心，他们回到我们当中。那显峰也是在马祖吧哈。OK， 好，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蔡李凯弟兄，还有肖慧茹夫妇啊，他们坐在这边，他们是礁溪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哈，请坐。那是顺正长老的，应该是哥哥吧，顺贤长老哈，介绍他们。那也欢迎他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愿主祝福你们。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好吧，那如果没有的话，牧师有交代哈，每一个主日都要认识一位你不认识的朋友，给各位1分钟认识一下。如果你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名字，稍微问候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平安。互相请按一下1分钟哦，还有50秒。平安。Hello， 这是你的。是你。好久不见，对啊。好。Hello。秀凤在哪里？秀凤有来，秀凤姐有来。秀凤在那边，我看到了。戴帽子。秀凤 ，OK， 好。秀凤姐哈，我们也欢迎她哈。我们也有时间为秀凤姐的身体祷告，愿主纪念她。她在服事上也非常的尽心尽力，也带领很多的人来归向主。让她身体健安。我们也愿主继续的保守看顾跟医治他。好，如果都认识了哈，下一次来要记得喊得出来啊，我也在考验我自己哈。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金句。来，我们一起来。于是以色列的领袖和王都谦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历代志下12章第6节。”我们再念一次来。于是以色列的领袖和王都谦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历代志下12章第6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攻读神的话。今天我们要读历代志下11章第18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罗波安娶马哈拉为妻。马哈拉的父亲是大卫的儿子耶利摩，母亲是耶西的孙女以利亚的女儿亚比孩。他生了3个儿子：耶乌斯、示玛利亚、撒罕。后来罗波安又娶了押沙龙的女儿玛迦，他生了4个儿子：亚比亚、亚太、细撒、示罗密。罗波安一共有18个妻子。60个妃嫔，28个儿子和60个女儿，在所有妻妾中，他最爱玛迦，因此也最宠爱玛迦的儿子亚比亚，要立他继承王位。罗波安明智地把责任分配给他的儿子们，派他们住在犹大和便雅悯各处的设防城。大量供给他们所需的一切，也为他们娶了许多妻妾。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陈牧师来讲道，他要讲的题目是多子多孙的准备。多子多孙的准备，我们一起念一遍：多子多孙的准备。好，请陈牧师。
好，谢谢松辉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国家所定的一个特别的节，叫什么节呢？祖父母节啊。好，所以你已经是成为祖父母的阿公阿嬷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好，我们给这些举手的阿公阿嬷，给他们拍手啊，祝他们祖父母节快乐。好，谢谢，请放下。那这个节呢，其实是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就定了，好，所以在世界上这些国家好还没有很多，但是呢都有定在祖父母节，好，那就是为了要尊荣祖父母啊，尊荣长辈。台湾是在8月，每一年8月的第4个礼拜天，好，所以我们5月有母亲节，8月有父亲节，还有8月底也有祖父母节。那这一天要做什么呢？好，这一天呢就是要来感谢他们。或是呢，跟他们约个会，好，能够跟他们说个谢谢，好，那这一天当中呢，也要来跟我们的祖父母啊，要给他们鼓励，所以教会特别在这几年当中都有举办孝亲主日，好，就是让我们的长辈跟我们的孩童，好，可以联合，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做礼拜，好，但是在隔壁的地方，他们现在阿公、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3代哦，正在闯关呢，好，所以从7楼、6楼、5楼、4楼，好，一直到1楼啊，好，那有一个3代同堂的活动。好，那即便如此呢，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希望透过祖父母节，好，让每一个祖父母都能够身心健壮，好，家庭充满上帝的和乐还有幸福啊。好，那在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呢，好，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也为我们的祖父母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让我们的国家也来有一个设立祖父母节。在这祖父母节的当中，我们要慎终追远，也要来感谢我们的祖父母们啊，有他们才有我们，也让他们的身体都能够健壮。不论他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和我们住在一起，都求你看顾祝福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得到平安喜乐美满的人生和幸福。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好，大家一定会很讶异，哇！一个国王有了18个妻、60个妾、28个儿子、60个女儿。但这不是最让人讶异的，最让人讶异是这个国王呢，当他遇到国家的困难的时候，有一群人来请这个国王能够减税、减轻他们的重担。他思考了3天，好，但是他讲了一句话，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的父亲用重担，好，用鞭子鞭打你们，而我呢，决定要用蝎子，就是带刺的鞭子来鞭打你们，让你们背负更重的担子啊！好，这是这个国王新官上任啊，好，3把火，好，他呢决定要把这些百姓呢，好，当成奴隶来对待啊，好，而不是要好好的爱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读了圣经这一段记载，好，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后来造成它的分裂啊。因着这个国王他的决定、他的态度，好，而他的分裂，好，其实背后的原因是这国王他没有听长者的谏言，好，他听了跟他年轻朋友的建议，选择用恐吓、威吓的方式啊，所以他根本就不纪念他的父亲，也不纪念他的阿公。他讲的这句话：“我的小指头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啊！”如果我们的腰可以跟小指头一样细，有多好啊！好，我也蛮希望我的这个腰可以再细一点啊，但是不可能变成一个小指头啊！好，而这个国王呢，做了最坏的示范了。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们的内政部公布这个消息啊，近10年我们国人好台湾人的平均寿命的走势，其实是在往上的。好，但是因为3年前的疫情，好，所以你看到一个很大的跌幅啊，好，但是也不过跌了大概1岁左右，好，1岁左右，好，而在疫情过后呢，又开始往上，好，但是这个看到是112年，就是2023年底截止好的这个数据啊，好，所以到去年底呢，好，台湾人的女性平均寿命是83.74，男性呢是76.94，平均是80.23呐，好，代表什么呢？跟世界上其他国家来比较，你只要是台湾的男性，比世界上的平均男性多活7岁，所以住在台湾好不好？好啊，住在台湾的女性比世界上的平均女性的寿命多活9岁，所以台湾是一个宝岛，住在台湾享受什么健保，享受很好的医疗资源。好，你看医生不用等3个月，你在国外生病都是1个月起跳。好，就算我记得我的同学神学同学，他去到加拿大服侍，他的女儿是那个
盲肠炎，多痛啊！盲肠炎我们都马上叫救护车、叫急诊，盲肠炎要等1个月啊，他就这样痛1个月啊，痛1个月。好，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好，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或是你没有足够的钱啊，可以看当地的医生。但是呢，我们的父母亲，虽然年纪大、体力不好，但是我们的父母亲出钱出力会不会比较少？好，从来都不少。好，为了子女，为了儿女，我们的父母亲学历虽然不高，可是他们的人生阅历怎样？很耐操啊！好，当过爸爸妈妈的，好妈妈就什么样叫做当妈妈？好，就是要像张平这样子啊，要挺着大肚子啊，好，然后呢要生小孩啊，不管是第1胎、第2胎或是第几胎，但是每个做妈妈的，好都要经历这样子生命的孕育的过程，好，让生命能够来到新的生命能够来到这世界上。而父亲就怎么样呢？父亲就要扮演父亲的角色，好，这个账单要付啊，学费要付啊，好，电费要付啊，买衣服的钱呢要付啊，好，所以母亲、父亲好都是人生的阅历上面很耐操，而有这样的阅历呢，才会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解锁更上一层楼。所罗门王的智慧箴言20章29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最下面这一行。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好，或许我们还没有当父母，我们的身体身强体壮，但是当我们的父母亲身体不再强壮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他们的尊荣。当你开始有白头发的时候，这是一个上帝的祝福，上帝的记号。而我们今天看到这段圣经的主角罗波安王，其实他的爸爸是谁呢？他的爸爸就是鼎鼎有名的所罗门。所罗门做的事情，建造圣殿、王宫、花园、土地开发、造城、造镇，还有建立了国家的军队，甚至他让南方来的示巴女王惊讶到落耳还好，魂不守舍，好，神不守舍。圣经这样子描述。而且呢，每一年收到的黄金是多少？23公钱呢？好。不是23公吨哦，好，吓死人的多。每一年哦，平均下来，而且他打造了世界上好，应该是历史上好没有看过这样子的3年的远洋船队，2900多年前，好，比那时候的国家都还要早，一出航就可以3年再回来。而他的智慧财富，圣经说胜过各国的君王，并且纷纷求见啊，要来见这个王。如果你的老爸是所罗门，有没有很幸福？会不会很羡慕？哇，我的爸爸好这么伟大。或许我们的爸爸不一定这么伟大，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是这样的话，至少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更胜于他。可是呢，罗波安说，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做的这一切还要粗，还要大。哇，他真的是觉得，不管他觉得他爸伟不伟大，他觉得自己更伟大，觉得自己可以比他的老爸更厉害。所以呢，他的爸爸用重担给百姓，他用鞭子毒蝎给百姓，好，要他们缔造更大的王国。事实上证明是不可能失败的。好，只有他的父亲出名吗？没有，他的阿公也很厉害。罗波安的阿公是谁呢？是大卫王哦。大卫的故事，如果我们读了圣经，17岁就打败270公分的巨人歌利亚，后来17岁就成为全国以色列的指挥官，后来36岁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国家的国王，而且不是他去拜托人家，是人家来拜托他做他们的国王。而且在他当王的期间，好，为了想要帮上帝盖圣殿，上帝说：“你流太多人的血不能盖，但是我和你立约，你的后代都要在这个王位上，叫做大卫之约。”而大卫他还准备了圣殿的硬体，还有软体，还有诗班，还有谱，还有诗篇，还有各样的乐器，弹奏乐器的人，甚至呢，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什么的人叫做合神心意呢？就是看大卫。这变成是圣经当中，我们在读历代志上到历代志下，为什么要先认识大卫？后面这些王，上帝说看为善，这个是一个好王；或是上帝看为恶，这是一个坏王。不是他有没有赚多少的黄金，不是说他有多少的花园，他盖多少的宫殿，而是他有没有像大卫一样。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的阿公是大卫，
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呢？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你要像大卫一样的，能够把跟上帝的关系传承下来啊。我们的阿公阿嬷人生不一定成功，但是他们成功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人生已经解锁成功哦，做阿公好，所以介成长老好说哇成功啊，好他成功了，好他准备要当阿公了啊，已经当阿公了，已经当阿公了，好，这是他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好可能好我们都有不同的成功的定义，但是对我们的人生来讲，好解锁好要解2个锁，第一个就是解开成为父母亲的锁。第2个锁就是要成为主父母的锁，好，这在今天的世代当中呢，你去告诉年轻人，去告诉小朋友，好，他们会听不下去，他们会不想听，甚至好会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但是在圣经当中，多子多孙是上帝的祝福。刚才讲到罗伯安，他有很有名的爸爸，很有名的阿公。你知道你的阿公叫什么名字的？请举手，在座的，你知道你的阿公叫什么名？请举手。你知道你的阿公的名字？好，请放下。很多的人没有举手，代表他连阿公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如果没有阿公就怎样？就没有你的爸爸妈妈啊，没有你的爸爸妈妈就怎么样？就不可能有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们即便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即便你不知道他人生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在很多牧师在很多去参加家庭礼拜或是小组当中，好，或是在圣别礼拜当中，好，都会把这个家庭的这个祖先牌位啊，要把它来做处理，好散除。好，但是在做祖先牌位要移除之前呢，我都会先问说，你知道这祖先牌位里面有什么吗？啊，那我去到很多家庭，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祖先牌位里面有什么，他只看到前面。我说这祖先牌位好，后面里面应该它的背后那块板子背后要有什么？要有你的族谱，要有你的族谱啊！好，他们都不知道，很多不是他们的，有的人不知道，所以我说那我可以打开给你看。好，说打开一看之后，果然后面真的有一张纸。好，那张纸上面打开之后，就写下他们历世历代的族谱。但是最近这一次呢，好，我也是告诉他说，你要打开来看。结果打开来看之后，上面只有写一个名字，就是他的爸爸的名字，就没有了，就没有，连阿公的名字都不知道。很多人在拜祖先，可是他连他的阿公都不知道是谁，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我们在基督教当中，其实也是讲究要认识我们的上一代，所以我们历代志一开始，哇，噼里啪啦一连串的名字。即便你不知道他是哪一年哪一月生，但是你最后最低的要求就是要把他的名字怎样写下来、记下来，让你的后代好有得纪念啊，好有得纪念。所以如果今天你不认识你的阿公，好想办法赶快去问清楚，问你的爸爸，问你的妈妈，在你还能够问的情形之下，而且把它记下来。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的族谱一本书，好，这本书如果你去认真去填的话，好，它会帮助你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好，就是认识上帝在你这个家族当中的带领。而这个功课呢，在我读神学院研究所2年级的时候，老师好就出给我们这样的功课，好，郑养恩老师，他就要我们去做我们自己的族谱家谱，哇！然后呢，我就回去做，好，但是我是用我的太太，好，那时候我刚结婚几个月。就用我的太太牧师娘的家庭做族谱，因为她已经是第5代的基督徒，就一直做下来之后，哇，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呢。好，甚至过年的时候还要跑去嘉义、去南部，好，整理出来那个族谱200多个人，好，200多个人，好，这些名字呢，好，到今天做这样一次的功课，好，甚至都还清楚，好，所以透过这样，好，让我们可以看到在家族当中上帝的带领。好，从他们的祖先第1代在嘉义水上好认识神，好，怎么认识的呢？好，就是听到有人在这个水上的镇上，好，有人来这边传福音，他就去教堂听见了耶稣的事情，他就想要回来信耶稣。
可是呢，这个祖先呢叫做赖大比啊，鼻子的鼻啊，好，赖大比。好，他呢回到家里面，好，他想要信耶稣，可是赖大比的太太呢叫做蒋问，好，姓蒋，蒋公的蒋，蒋问，他就不让他信耶稣，他还故意拿了一个竹竿，然后把那个屋顶戳破一个洞，好，戳破一个洞。那时候的屋顶呢都是用茅草铺上去的，戳破一个洞，说如果真的有上帝，好，真的有上帝，下雨天这个地方就不会漏水。结果呢，果然就下雨，而且南部嘉义下雨不是下那个小小的毛毛雨，而是那个倾盆大雨，午后雷阵雨的，好，塞巴河哇，砰这样下大雨。结果呢，真的没有漏水，哇，那个蒋问就怎样，就跟他去教会啊，好，然后就走到水都去教会。后来他这个赖大比，好，他的儿子也成了教会的执事，这样第5代下来。所以在他信主之后，又生了老五。这个老五呢，更祝福啊！这个都是我讲题外话。上一场牧师只有人讲25分钟，好，这一场我可以多讲一些。好，这个第5个在信耶稣之后生的家庭里面的这些孩子后代呢，做法官、做院长、好，做检察官、好，做牧师、好，做牧师哦，好，所以我做这个族谱的时候，我吓一跳。哇，这个信耶稣之后出生的，跟信耶稣之前出生的那个后代的祝福真的差很多。好，所以200多个人，好，还有做法官的，好，虽然都是在南部的亲戚啊，好，但是你都因为族谱认识他们的名字。我讲这个事情，就是其实上帝看我们，跟我们在看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上帝看我们好像是一棵树，好，这个是国外的族谱，是从下面往上的；我们的华人族谱是从上面往下的。圣经也是从上面往下的，好，谁生谁生谁生谁，好，但是我们读路加福音，它的族谱是从下面往上的，好，所以是跟这一样，谁的爸爸是谁，谁的爸爸是谁，谁的爸爸是谁，好，但是你2种都可以，而重要的是不要忘记他们的存在，因为有他们，才有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的祖父母，他人生不一定成功，但是他们已经解锁成功。我们的祖父母不一定金玉满堂啊，金玉满堂指的不是说荣华富贵、金银财宝，指的是说儿女成群。但是我们的祖父母有带孙上教堂啊，在这场礼拜当中，好，如果有带孙的，现在通通都被派到隔壁去了，好，都在那边闯关啊。好，但是上个礼拜好就有台语礼拜，好就有3个阿公或是阿嬷带着他的孙子，好，他的孙子现在是高中了或是大学了，还会陪阿公阿嬷来做礼拜，好，所以我有特别看到有3对啊，好，有3对的阿公阿嬷。我们当阿公阿嬷要解锁，好，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要让孙子也能够在上帝的家中、教会当中也能够继续的参与啊。所以箴言17章第6节，邀请大家来读。子孙是老人的华冠冕，儿女是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再读一次，子孙为老人的冠冕，儿亲是儿女的荣耀。刚才前面20章讲到是白头发，白发是老人的冠冕。现在有什么？子孙是老人的冠冕。所以你65岁以上，好，有2件让你可以骄傲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的白头发，第2件事情就是你的子孙。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挑战。好，白头发是怎样？自己就会跑出来的，你不想要它也会长出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羞耻的事情，它是一个冠冕，代表你人生的阅历、人生的经历，好，已经解锁又在解锁。第2件值得荣耀的事情就是子孙，儿子的儿子，好，或是女儿的女儿，能够成为你一生的骄傲。所以当你做阿公阿嬷，这是一个骄傲的事情。所以今天祖父母节，好，我们要尊荣父母，尊荣我们的祖父母，因为他们人生第2次的解锁，好，不仅是当爸爸妈妈，好，第2次的解锁就是成为阿公阿嬷。如果他的孙子孙女都还有来教会，哇，那真的是福上加福，非常的蒙福啊！我们讲到这个罗波安，他的爸爸是谁？所罗门。阿公是谁？大卫。他应该是要青出于蓝，更胜于蓝。他应该要抓住他的爸爸、他的阿公跟上帝之间如何的关系。有这个教堂，就是他的阿公开始准备的圣殿。
好，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听人说，哦，这个教会喜欢阿公奉献的，有没有听过？这个教会的地，好喜欢阿祖伊奉献的，好常常到中南部啊，都会听到他的后代还在这边，很棒，很棒的不是他的阿公奉献那块地，是他的阿孙现在还在这个教会当中，他的干阿孙、曾孙还在这个教会当中，好都还在这边服侍敬拜上帝啊。子孙是老人的冠冕，但是罗波安他却没有好好认识他的阿爸，认识他的阿公啊，只讲了一句：“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比我阿公的腰还怎样？可能比我阿公的房子还要大。”在他的心中只想到自己啊，在他的脑海当中只看见自己，我现在做王了，我多么了不起啊！我爸死了，我阿公死了啊，他们都已经变成了一层的土了，都变成了骨灰了。只有我还在，我的小指头比我爸的骨灰还粗是没有错的，但是他却没有好好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祖父那一辈啊。利未记19章，上帝早就吩咐摩西教导我们，在白发人的面前，你要怎样站起来，也要尊敬谁？老人啊。好，这不是我们今天政府的规定，圣经当中。你坐公车、坐捷运，看到孕妇要怎样？要让座。看到白头发的怎样？也要站起来啊！好，站起来。好，即便他说不用不用，好，但是呢，要尊荣他们，尊敬老人。可是我看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对老人怎样？好，很多都表现都令人失望。老人在他面前，好，他顾看他的手机，就连自己的阿公阿嬷在跟他讲话都怎样，连头都不抬，连眼都不回，连转个身都不会。好，这是我现在看到很多都是这样。好，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对待阿公阿嬷可能也是这样。这是谁的责任？父母亲的责任，阿公阿嬷的责任。我们要教导，要教育，不然他们会离开圣经的教导。他们会失去上帝在圣经当中给他们的祝福。罗波安他的爸爸可能没有好好教他，以至于他的爸爸死了，阿公死了，他就讲这一句：“我的小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觉得自己是不可一世，多么样的了不起。可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他的爸爸做王做了40年，他的阿公做王做了40年。他们这80年加起来，国家是一直在走上坡，一直到所罗门开始拜偶像之后，国家开始走下坡。可是呢，把这个棒子交给罗波安，不到1年的时间，这个国家就分裂了。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就是在这个阿孙的手上。他以为他的手指头很有力，但是他没有他父亲、他爷爷的智慧呢。他连这个国家1年都没有办法管理好，甚至1个月都管理不好，这个国家就分裂了。他失去了12支派当中的10个支派。有一句话不是写在圣经，但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这句话是台语的，讲上帝安怎有囝无孙。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是上帝的女儿。上帝让耶稣付清我们的罪债，好像我们的老爸一样，把我们所有欠的，我们所有该还的，所有应该要受的管教和惩罚，耶稣基督承担起来，付清了。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亏欠，没有缺乏，不再是罪人。而上帝也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透过水的洗礼，还有圣灵的洗礼，让我们人生重新再来。所以耶稣好像是我们的爸爸，圣灵好像是我们的妈妈。那么叫上帝要叫什么？我要叫爷爷吗？可是不用，上帝居然他说不是，我要叫你们，我要成为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上帝让我们跟耶稣同样都做他的儿女。所以一个阿公，信耶稣的阿公，他的儿子也信耶稣，但是他要叫上帝什么？也是叫天父。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所以一个谦卑、有智慧的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他的孙子孙女说：“阿公跟你一样，都是做上帝的儿女。虽然你的爸爸妈妈是我生的，但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怎么样？都一样。所以我带你来教会，带我的阿孙做礼拜，也表示说什么？我们都到上帝的面前都一样，都一样，不会说我是阿公，你是阿孙，所以我比较大，你听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教会，我们都一样。兄弟有囝无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罗门王写了2首诗篇，其中一首诗篇就是127篇。127篇第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儿女是上主所赏赐，子孙是他赐给我们的福分。这句话，好，或许罗波安有听到，所以他有28个儿子，60个女儿，好，但是他也娶了很多的老婆，好，这些不见得都合乎圣经啊，好，但是呢，好，罗波安，好，他得到了80几个孩子啊，80几个孩子，好，你要点名要吃晚餐，除夕要围炉的时候啊，真的是大阵仗啊，好，不一定每个孩子都叫得出来，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但是我们需要的是认识上帝是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来祝福我们啊，透过我们下一代来祝福我们。这是根据美国的情报调查局，就是 FBI， 在2021年做的调查，全世界227个国家当中的生育率，台湾排在第227名，就是倒数第1名。生育率低于1。代表什么呢？每一对夫妻结婚生出几个孩子？不到1个孩子，就是生育率低于1啊。生育率好，一般好都要是在2以上，好就是维持好，因为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2个孩子，人口没有增加没有减少，维持。生育率低于1，代表2个人结婚之后生不出来1个孩子。我们现在生育率是0.9，好，0.9代表这个孩子只生到哪里？从头出来，好，只有生到脚踝，还差一截。这造成我们国家的劳动兵源，就是国防，还有生产、工业，还有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的经济，都是很大的问题啊。根据立法院去做的调查，这在立法院的网站上面公布的。我们的国人生育率低的原因有这3个，第一个就是晚婚、不婚，第二个就是育龄的妇女。当一个妈妈结了婚要生小孩，可是太晚结婚了，年纪太高了，40岁之后呢，生育率就越来越困难。30岁已经有差了，最好生的年纪是什么时候？25岁。好，25岁是最好生的。25岁都在做什么？他在当学生啊，在拼研究所啊，开始在投履历、找工作啊。30岁以后都已经是开始进入那个高龄哦，40岁更难哦。还有第3个就是育儿成本高，好，读幼稚园很贵，私立学校很贵，读大学很贵，所以这3个原因造成我们的国家生育率下降。所以浓缩起来就是2大问题。这2大问题我们过去都不觉得是问题，但是呢，因为立法院的统计呢，让我们发现这是有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扩张，以前读大学的不多，好，考大学录取率是在40% 以下，表示有60% 的人他不能去读大学，他就去上班，就去工作，就去就业，就去创业，去赚钱。可是现在呢，录取率是100%，好，你只要有考好，就一定是念大学。一念大学代表什么？22岁才能够毕业。好，22岁才能够毕业。毕业之后呢，再去念研究所。所以我们的延缓进入职场，延缓进入婚姻，延缓生育的年纪啊。好，所以现在30岁要生已经算怎么样？很好了，30岁能够生已经很棒了。但是呢，好，它是生育率延缓。第2个有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指数提高。好，昨天的新闻，吃4海游龙的水饺，好，要再多0.5块了。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吃一个便当，以前有50块便当，现在100块的便当还不一定吃得饱。以前呢，好去看电影一场可能100块、120块，现在呢500块还不一定有找。好，我们现在的食衣住行娱乐，好，下个月，好，很多的父母亲、很多小孩都要开始哀什么？哀嚎、哀凤啊！好，下个月每年的9月份都是大家在哀来哀去的时刻啊。好，新的 iPhone 出来，小孩子在那边哀哀叫，父亲也开始哀哀叫。好，然后这个就是已经连续好几年的这样的情境了。我们的生活指数提高，养育成本增加，大家说要生，好，生一个就好，生小孩很贵啊，养不起啊，好，生小孩很麻烦啊，不要生啊。所以就会排挤结婚的意愿，排挤结婚的时间啊。少子化有红利，好，列出来在这7样当中。红利是什么呢？减少痛苦烦恼，多子多孙多福气。好，但是下联有人说多子多孙多受罪，干脆就不要生，不要结婚，就没有这些痛苦烦恼。的确。还有呢，环境负担降低，好，就出去就不会塞车啦。好，这要去文昌公园停车，要去统领停车，就不会有那么多车了啊。好，你要停机车格也比较好停啊。粮食紧张也解除啦，社会冲突减少啊，资源分配合理啊，社会住宅以后大家不用买房子啊，而且以后大家都可以上国立大学。好，在50年后少子化的情况不变，50年后所有人通通都上台大，会不会？只剩1间大学了，就台湾大学了，其他大学通通都关掉了。今年关4间，去年关7间还几间，明年都在关，每一年在关，关到最后只剩下1间。还有教育资源也会越来越好，还有我们的老人以后就会越来越少，好，我们就不用这么多的老人了，好，我们就不会有这个超高龄的社会。这个第7个，好，减少未来老人照护的成本，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要多久？100年后。100年后，我们就不会是超高龄的社会啊。好，但是这100年中间怎么办呢？大家都要活在高龄的社会当中。少子化有红利，少子化的危机，好，大家来听听看。第一个，我们的民生政治都会老化，以后我们的总统会跟美国一样，80几岁了 ，Joe Biden， 好，他想选还要再选第2任，第2任做完他就90几岁了。好，他可能在这个国情咨询的演讲的时候，都会讲到打瞌睡啊，爬个楼梯都有可能随时会跌倒，他可能随时都会在办公的时候可能就会趴下去啊。好，但是呢，还要做总统啊。我们的国家社会有可能，也有我们的市长，也有我们的总统，都会是超高龄，还有我们的退休年纪延后。当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那个送来的邮差啊，都是一个老阿公在送邮差。有一天，这个邮差来告诉我说，他今天退休了，因为今天是他70岁的生日，他终于可以退休了。我们台湾的退休都几岁？平均63岁，好，还比65岁还提前。为什么大家可以退休？第一个，退休金够了；第二个，你的孩子大了，他们都在赚钱了，后面比前面的更重要。你以为退休金够了？有2000万，好，3000万，有房子房贷缴清的退休，这些的70岁还在送信，还有70岁还在美国的 Costco 的停车场做什么？收那个推车。好，如果你们去美国去，就会看到，在那个超级市场推那个推车的不是黑人，不是年轻人，很多都是阿公阿嬷。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在别州啊。好，他也没有来照顾他，没有人陪他生活，所以他必须要赚钱啊，他必须要缴保险啊。那个电费一涨，好，1个月都100多块美金的，冬天要瓦斯费，好，要缴那个燃料费，也是100-200块美金的，好，他就钱不够，只好出去赚。少子化的危机，高龄被迫要劳动，各行各业都会受到冲击，而且婴幼儿会趋向劣势，因为小孩子生得少。这些幼教的人才就少，大家都转去做其他的事情，做养护中心、做看护、做复健。以后做看护都是大家的职业哦，大家可能都会去做看护哦。好，你没有孙子就花钱请人家来看护。
好，所以你现在可以去考一些照服员啊，好，听牧师的话，好，对你将来就业啊，第二春、第三春都有好处啊。还有我们的教育体系是跳水啊，好，以后我们的教育呢选择越来越少，而且呢少子化会变成什么？无子化，无子啊，好，无子西瓜好不好吃？无子葡萄好不好吃？但是那个葡萄树就怎样？无子，好，它就是没有办法再生了，就是吃到它这个树呢，好，这个树种没有为止啊，好，因为它不能够再生了。无子化，我们台湾人好这样下去都是危机。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罗波安王，好，他过去曾经骄傲，好，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共读，好，明天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他谦卑下来。好，当上帝在告诉他、警告他的时候，王第6节和领袖们都承认自己犯了罪。他们说一句话，红色的，我们一起来读：上主是公正的。他们都知道上帝的游戏规则才是正确的。以前他觉得自己当王很了不起，自己能够 handle 一切了不起。这个国家有几百万人，好，上千万人，哇，他能够威风八面，很了不起。可是他发现，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他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连1个月都没有办法，这个国家差一点就被灭掉。甚至他又犯了愚昧的事情，罗波安去拜偶像，他让很多人都拜不同的神明，他以为宗教自由很棒很好，结果上帝派一件事情，叫埃及的法老出军来打他们。埃及离他们很远啊，好，他的爸爸、他的阿公设下了很多的城，然后建立很多的军队。可是呢，埃及说来就来，一下就打到耶路撒冷来啊，打进来到耶路撒冷，连那个城堡、连那个王宫、连那个圣殿都冲进去啊，把里面的金的东西通通都抢光了、抢走了。所以现在很多的以色列的古物都要去哪边找？去埃及的金字塔下面挖看看啊，搞不好会挖到以前是在所罗门年代这一些的古物都被抢到埃及去。但是后面上帝说一句，到时候他们就知道服侍上帝和服侍世上的统治者有什么差别。昨天我听了一个新闻的一个广播的访问啊，访问是一个以前在台积电上班的高阶主管，他说他在台积电上班1年365天，他上班几天？365天，全年无休。他能够好不容易有一次排休假，就是过年的时候，他要带他的儿子出国，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要去机场的时候呢，电话打来了，公司有问题，开会需要你过来。当下他的选择是什么？他告诉他的儿子，老爸要去开会，好，这次出国怎么样？取消泡汤。如果你是这个儿子，你会怎么样？你会疯掉，你会崩溃啊！好，你可能会离家出走。但是他真的就回去开会啊，为这个世界在服侍，不是为上帝在服侍。他赚了很多年薪100万，甚至接近1000万，但是到最后，他跟他孩子的关系，连出去度个假玩都要被公司随口随到，他非常的后悔。后来他还好，他离开台积电。我现在不是在指控台积电，好，台积电是护国神山，好，但是呢，台积电也让很多人爆肝啊。很多人可能在那个不一定是台积电，好，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电子公司做大夜班做到倒下去的，做高阶年薪3000万的，好，最后3000万退休金都怎样？都是拿去复健啊，好，买药啊，好，然后看医生啊。当然要像张忠谋这样子，哦，年纪这么大了还可以开会，很好，因为他不是卖命给公司，他是花钱请人家来替他一起做事情哦。但是服侍上帝跟服侍这个世界是有差别的。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要我们能够解锁，是要能够成功，是要能够多子多孙多福气。可是我们可能为了事业，为了我们的工作，为了我们自己的梦想，到了我们一个退休年纪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真的退休。好，
我们这些得福的长辈，我很羡慕他们。他们每天1到5来做什么？来教会，好，9点半开始，他们8点半就来，好，有的人8点半就来，然后下午3、4点结束之后，他们继续留在教会怎样？玩拉密，好，玩拉密，玩到高兴才回去哦。他们连睡午觉都不睡午觉，真的是不睡午觉，这边玩拉密，开心的过一天。为什么他们不用出去送信？为什么他们不用出去超级市场去打工？为什么他们不用出去上班？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年纪，65岁之后，你存了退休金，在你65岁的时候，到底剩多少？到底还可以用多久？到底谁可以再陪伴你到你人生的最后？哪一天你需要助行器 walker？ 哪一天你需要坐轮椅？可能在旁边的都是谁？菲律宾来的。印尼来的，好，很抱歉，搞不好那时候菲律宾的钱都赚得比台湾还多了，印尼的钱赚得比台湾还多了，你要叫谁来看护呢？你要叫谁来帮你喂你吃？我现在不是在诅咒大家，好，我在想象一个情境：如果我们真的年老的时候失智了，怎么办呢？好，人都分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未雨绸缪，要做准备。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原则是什么。人生有3大不幸，有没有人会背？少年得志，中年失业，临老入花丛。你们都没有听过？少年得志就是大卫啊，好，他17岁就当全国的指挥官，就被逼迫30年。中年失业是谁呢？就是罗波安，41岁当王，当完不到1个月，国家就解散了。3/4的国家，通通都不是他管的，他快要差一点，国家都没了。临老入花丛是谁？所罗门啊，爱上了1000个人，通通都想要把他娶回家，所以盖一个王宫不够啊，好，哪有1000个寝室？再盖第2间，第2间不够，再盖第3间，可能这样子盖个不停，至少每个老婆都要有一个房间吧。好，临老入花丛。这是人生3大不幸，其实这些圣经人物他们都遭遇过，但是认识上帝可以让我们的不幸也能够成为祝福。少年的时候要学习神的话，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中年的时候要实践神的话，像罗波安能够谦卑下来，知道他要服侍的是上帝，而年老的时候要怎样享受神的话。像所罗门的传道书，好好的去读，好，前面都在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但是到了最后一章，好，传道书的最后一章，他是对年轻的劝诫，总归一句就是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好，他自己不知道有没有做到，但是他留给我们很重要的忠告啊，盼望在今天我们看的罗波安，还有他的爸爸所罗门，还有他的阿公大卫。这3代的故事，就成为我们往前3代、往后3代学习的典范。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前3代是谁。我也希望你能够去为你的后3代来祝福，为你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都要提早来做准备，不要放任他们。今天的孩子，他们在追求自己的人生，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他们都听不下去。昨天我花1个小时又10分钟，跟他们讲这一段圣经，好，看他们表情，好，就是一副好，真的是听不下去的表情。即便听不下去，还是要讲，好，因为当着有一天的时候，他们真的万一走到那个地步，70岁没有人照顾，还要靠自己，80岁平均寿命是80岁呢。好，平均啊，女生可以活到85岁，我们的最高值是84.9，女生随便到85岁，但是你65岁到85岁这20年当中，你想说那2000万的退休金、3000万的退休金，真的就可以靠它吗？好，虽然过去的人说养儿怎么样，防老，好，这一句话我们都会期待我们的孩子，但是呢，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不用期待他，也不用给他这样的压力，而是教他正确的事情，带他来认识上帝，上帝自然就会透过你的孩子祝福他。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罗波安他的治理是让每个孩子都分配一座城，都分到每一个地方去，所以他有28个孩子，28个孩子就在不同的地方，而这28个地方都在建设，都在发展。好，对不起，让牧师咳一下，因为我讲得很激动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当阿公啊，但是呢，至少我要把我的孩子教好，让他们知道，他们不用害怕结婚，他们也不用害怕大学有大学没有大学，但是他们要人生的规划，要知道怎么样来对待阿公阿嬷，怎么样好好的来对待父母亲，好，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好，请我们敬拜团来到台上。在我们这个礼拜或是我们的分享当中，好，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来怀念我们的阿公阿嬷，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这些阿公阿嬷，他们的勇敢结婚，勇敢成为父母，让他们的孩子也成为父母，我们今天不会在这个地方，而我们也要学习谦卑，为我们在上位者来祷告。而少子化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求上帝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不是只有忙着拿学位，他们不是忙着想要进入台积电，让他们不是忙着只有想要服侍这个世界，让他们心中有上帝，让他们心中有神的话。为我们的长辈来祝福，因为他都是我们的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些长辈不是多余的，他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我们要尊重他们，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第一个动作站起来，第二个动作谢谢他们，不管他有没有念台大，不管他有没有年薪100万，但是感谢他们，他们做了很重要的事情，也为我们的掌权者来祷告。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也来思考我们要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来服侍上帝。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求主使我谦卑，求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你面前。我需要谦卑，需要谦卑，就是我谦卑，才能到主面前。主使我谦卑，主使我谦卑，主使我谦卑，我需要谦卑，才能到主面前。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求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纳我心，我谦卑无求，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是与你相遇，就连进我心，使我更像你，就悦
谦卑呼求你，哦主，求你来破碎我的骄傲，让我重新想起你的怜悯，就除去我心中自大的痕迹，使我继续谦卑跟随你，谦卑我心进入我生命，拿去我面具，真实与你相遇，求炼净我心，使我更像你，求悦纳我心，我谦卑呼求你。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为我们的阿公、为我们的阿嬷来祷告，感谢他们在人生当中的努力贡献，感谢他们做出勇敢的决定，决定结婚，决定生小孩，决定让他们的孩子能够继续的养育下一代，才有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今天是一个认识你阿公阿嬷一个很好的机会，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不论他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身边，因为有他们，才有今天的我们。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的阿公阿嬷们，为他们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祖父祖母、阿公阿嬷来祷告，因为有他们，才有我们。无论他们人生有任何的成就，无论他们人生是顺利或是失败，无论他们所走过的是高山或低谷，我们都要纪念他们，我们都要感谢他们，因为有他们，才有今天的我们。求你来祝福他们。第二个，我要邀请大家为我们的在上位者来祷告，为我们的总统，为我们的领袖，为我们的市长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的牧师，为我们教会的长老们来祷告，让他们都能有一颗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让他们倾听小主的声音，倾听百姓的声音，倾听市民的声音，而不是只有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想着自己的口袋，想着自己要如何买房，想着自己要如何的来开发草地皮，而是听见百姓的需要，让他们都能够牧养我们，做我们的好父母，做我们的父母官，做我们属灵的父母亲。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牧长、牧师、长老来祷告，为我们的市长来祷告，为我们的总统来祷告，主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领袖。愿主你在他们身上来掌权，让他们如同罗波安知道侍奉世上的君王比侍奉天上的君王哪一个比较重要。愿上帝与我们的执政掌权者同在。谢谢主。最后来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我们的下一代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社会制度给他们的，告诉他们要读更高的书，告诉他们要有更高的成就，拿更高的薪水，但是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母亲，没有告诉他们最适合生小孩的年纪是25岁，没有告诉他们人生当中那些必须要解锁的事情。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他们需要有智慧，他们需要有聪明，他们需要做更好的规划。他们可以在60岁就退休，但是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已经解锁成功。他们可以在60岁享受到人生85岁这段的日子，不需要出去打工，不需要担心退休金变薄，不需要担心国家没有人可以出来劳工，不用担心打仗的事情，因为有下一代来守护他们。我们一起同声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儿孙、下一代的幸福来祷告。
下一代的幸福就在我们这一代的预备，下一代的未来就在我们这一代的规划当中。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他们人生有许多需要努力打拼的目标方向，但是也让我们下一代知道，他们要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成为一个好的母亲，这是必要的。要让我们下一代知道，他们的生命是要必须来传承上帝的祝福，因为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阿公的上帝，阿爸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是父子孙3代的上帝。让我们这一代也继续传承，让我们的每一代都能够紧紧的认识神，抓住神。愿上帝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中，刻在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下一代不用去拜祖先，而是拜上帝。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要到上帝的面前，到上帝的施恩座前，领受上帝的恩惠和祝福。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罪债已经全部付清。借着主圣灵，我们在圣灵当中重生，我们的生命可以重新开始，能够成为圣洁的儿女。求上帝帮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看见你们的前3代的努力祝福，也使你们能够看见在你们后3代上帝所传承的恩典，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拍掌，把一切荣耀来归给神。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同声来唱：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来赞美你，我要尽全力来赞美你，全心赞美你，全力赞美你，我的盼望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主盼望，在于你主，在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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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荣耀归给天父上帝，爱我们的神。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彼此请安。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愿上帝带领大家接下来一个礼拜平安